各位观众你好，欢迎收看金曲新闻，我是主播严志玲，我是尤秋兴，我也是主播。金曲新闻将为你集结金曲大小事，首先带你来关心广播女神玛丽，最近被人发现似乎与某神秘男子过从甚密，究竟广播女神的喜事是不是就快近了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前，广播女神玛丽在 IG 上 PO 出了漂亮的自拍照，不过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墨镜里面反射出了一个男人的身影。经过了记者大大日夜辛劳的交叉比对之后，发现那个男人竟然就是号称全能创作歌手，能唱能写能跳能运动，还入围过第26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去年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了首场个人演唱会的全方位才子。姑姑 A.K.A 律斯文，难道打算暗藏什么好消息吗？隔天下午就被我们直击关系匪浅的两人出双入对，出没在大安区附近的名家具行。只见两个人连防疫必备的口罩都能同款，显见彼此已经有不言而喻的默契。原来今天的行程是要准备报复性采买，记者大大掐指一算，相信对话绝对是这样进行的。杜比，你知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多灯吗？毛比，我不知道。是垃圾车，因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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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接着，两人漫步来到了沙发区，同步坐下，同步摸沙发触感，再同步相视而笑。哦，整个家具行1秒充满了大红色泡泡。躺好躺满舒服的床之后，下一站跟他们一起来挑布料。两个人竟然心意相通，看中了同一块，还把毯毯靠在脸上蹭一蹭。看来两位是对这红色毯毯非常的满意，默契更是满意了。看了这么久，记者大大实在忍不住了，决定立马手刀式冲到了摇滚区。你在干嘛？你在干嘛？谁啊？你是谁？请问一下你是谁啊？我是那个金曲新闻的记者，不好意思，我看到你们两个在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公布了？哇，这可以讲吗？可以讲吗？可以哟，可以讲了。我现在其实在挑选这个红毯的材料。因为我们两个啊是第32届金曲奖的红毯主持人，当然要挑选一块质量最好的红毯给大家。没错。不好意思，我想再问一下，我看你们两个口罩是一样的，我想问你们两个是不是有那个特殊的连结啊？他讲话一定要这么浮夸吗？这个口罩呢是第32届金曲奖的特制口罩啦。8月21号，记得锁定第32届金曲奖典礼哦。我是星光大道主持人玛丽，我是姑姑律师威，到时候见。好的，原来这两位就是今年金曲奖的星光大道主持人，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们。为了金曲奖不惜牺牲自己的清白，相信今年的星光大道在两位好的默契之下，一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是的，我们都非常的期待。那看完星光大道主持人，大家一定也十分的好奇，这次金曲奖主持人究竟是谁？本次金曲奖主持人有多位入选者争夺，可说是本届的死亡之组，竞争相当激烈。是的，连主播目前人在摄影棚都可以闻到浓浓的火药味。以下就让我们来看看本次的主持人公布现场。第32届金曲奖主持人入围的有露露、陈珊妮、韦如萱、黄 rap 子英。第32届金曲奖主持人得奖的是露露、黄璐子英。好的，恭喜露露再次接下本届金曲奖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本台也独家采访到上一届的主持人魏如萱小姐，让我们来看看魏如萱小姐怎么说。娃娃你好，请问这一次没有蝉联主持人，有什么想要对露露说的吗？好的，谢谢娃娃为我们展现了自信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露露对自己再次成为金曲奖主持人有什么看法。我真的很感谢大会给我这次的机会，然后我一定会很认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加油！